流標不過6年的這個北投製片廠 ROT 案，最後是朱宗慶打擊集團摕到資格。市長蔣萬安在今日和創辦人朱宗慶宣布啟動合作。朱宗慶表示，講未來會投入6900萬，讓北投製片廠成做北投的新地標。拍響木琴大鼓，朱宗慶打擊集團表演的叫做《夢幻列車》。同時，我們今天也向朱宗慶打擊集團宣布，要甲台北市政府合作啟動北投製片廠的增建營運 ROT 案，未來透過公司合作，或者成做文化體驗的重要據點。要把大集團發展了40多年的歷史，還有這個北投製片廠的這個歷史意義，還有北投區的在地的元素連結，做成一個生態鏈。北投製片廠見證台灣的電影發展，1933年開始運作，拍過台灣軍事片、商業片，到70年代歌戲等等。因為時代改變，橫跨在1995年停止拍片，台北市政府也在2015年為做影視音特定專用區，也指定部分建築是歷史建築，今嘛要個重新出發。我們北投製片廠見證了台灣電影的發展，包括女演員珍珍，當時也是在這邊拍攝了《提銀》，而獲得第17屆亞洲影展的最佳女主角。朱宗慶表示，未來會投入6900萬的精力，打造全新的打擊文化園區。對於集團排練、創作到辦研討會、做國際交流、甲社區連結，攏會佇遮進行，也提供民眾參觀甲體驗，將做上有特色的北投文化地標。記者綜合報道。